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講鬼夜話，我係盧思發。夜晚12點，屯門公路係司機最怕嘅其中3條路之一。點解？唔係彎多霧濃，而係路中間會突然出現一個白裙長髮女鬼，面部腐爛，全個面都係綠色，眼窩深黑，用你條命等報仇。任何停車被拒上嘅車都會剎車失靈、軚盤失控，連環車禍。15年之內，屯門公路起碼20宗致命意外，目擊者口供一樣。綠面女上車之後，車就唔係我嘅車。今集3個司機真人真事，聽完你仲敢唔敢半夜行屯門公路？響故事未開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幫手 like 呢集故事。未訂閱我嘅講鬼夜話頻道嘅朋友，幫手按下面訂閱個掣。另外，想大家一齊分享俾其他朋友知道呢個頻道。我哋開始呢一集故事。屯門公路黑歷史，由1972年擴建開始，屯門三聖村挖到巨石，重10噸，重到完全吊唔起。巨石流住紅色液體，就好似血一樣。村長燒衣跪地3日，先至可以移開。傳說係壓住三聖村3代冤魂。1985年第一宗，一名綠色小巴司機見到住白色裙女攔車，上車後小巴失控撞樹，16名乘客燒死，屍體面部全部係綠色。驗屍報告話中毒似腐屍氣體。響1993年轟動全港，鬼快傷。交通警屯門公路影超速私家車嘅時候，曬傷見到女鬼企路中間，警員即刻剎車，車頭有6手印，洗唔甩。5日前呢度車死咗一位73歲老太，肇事司機逃走，死者徘徊等復仇。之後10年連環車禍。2001年綠色小巴同巴士互陷燒車。2005年小巴司機返魂乏術。2010年全家4口撞欄杆，警方內部通告屯門公路夜晚慎用剎車。響2015年8月凌晨1點15分，阿強嘅的士剛剛接完一位尖沙咀嘅客，預備開車返入去屯門休息。遠遠見路中間一位白色裙嘅女仔用手機照燈揮手，長髮遮面。阿強自言自語講：咁好彩多個客。停低就問小姐去邊度？白色裙嘅女仔低頭上後座，聲音好沙，去屯門碼頭。阿強開車用倒後鏡一望女鬼個面全綠，嘴裂到耳邊，響度笑緊，眼窩見到黑水流出。阿強嚇到腳軟，手震震問：小姐你面係咪化妝？女鬼抬頭，終於等到你，載我15年第一個正常人。響呢個時候，車速突然自己加速，軚盤完全轉唔到。後座傳嚟高增鞋聲，阿強狂踩剎車都冇用，的士衝咗欄杆，翻咗2個圈，阿強頭破血流送入醫院，車尾全部係綠色手印。驗車員話呢啲痕跡好似腐肉刮出。阿強話屯門公路夜晚見到白色裙嘅女人，一定要即刻踩油門走。響2020年10月，小巴司機阿明載16位乘客返屯門，凌晨12點45分，突然好大霧。能見到大約20米，前方路中綠面女攞住紙巾抹面之後攔車，乘客大叫，司機有個奇怪女人。阿明心軟停低，女鬼上咗車坐頭排，低頭唔講嘢，車廂即刻凍到得10度。乘客阿玲話頭排嗰位女人塊面好綠色，好似死人個樣。小巴突然慢咗，好似有水入一樣，後面綠色小巴大光燈猛追，阿明加速都甩唔開，乘客大叫後面 van 仔冇人揸㗎，3車串燒，小巴燒着咗。女鬼轉頭眼窩空洞，對阿明講：輪到你載我全家15年。救護車趕到現場，16名乘客受傷，唯獨頭排位咩嘢人都冇。CCTV 畫面多個錄影閃過。阿明話屯門公路霧天，見綠光要即刻掉頭。響2023年農曆7月，阿樂全家4口由荃灣返屯門，屯門公路大羅段，老公開車，太太坐頭排，10歲仔仔響後座。11點半見路邊白色裙女人用紙巾抹面，好傷心咁。太太心軟講咗句：老公救人啊！阿樂停低，女人上車坐仔仔隔離，行咗大約3分鐘，全家頭痛得好勁。仔仔大叫：爸爸！後座阿姨塊面變咗綠色，嘴裂開笑住架。太太回頭，女鬼眼窩流黑水，伸手摸仔仔頭，乖仔。同阿姨去見媽媽，剎車踩穿底，撐盤自動打左邊，撞對面拖車翻滾3圈。阿樂全家送入醫院，太太斷咗2節骨，
仔仔休克，查 CCTV， 車上好多綠面女嘅影，仔仔衫有綠色手印。醫生話你哋有中毒症狀，完全好似吸入腐蝕氣體。阿樂燒車之後搬屋，話屯門公路夜晚見到白色裙女人喊聲飛馳而過，真係有幾多人響屯門公路見過綠面女鬼？但每次半夜車禍、霧氣燈光、反射錯覺同心理壓力，都可以令人腦自動、補完危險畫面。夜晚視覺細胞相比日間時分更敏感於藍綠光，響霧中或者係街燈之下，綠色幻象特別容易出現，配合車速同恐懼，一瞬間就變成見鬼。而綠面象徵腐化同怨毒，屬於集體潛意識中嘅恐懼符號。司機夜更長期緊張、疲勞，再加上香港頻密嘅致命意外新聞，令人心理投射、報復亡靈形象，慢慢由恐懼演變成故事。每個目擊者都唔一定話大話，只係響極度壓力之下，腦裏面將模糊影像轉化為最符合恐懼嘅答案。最後，屯門公路綠面鬼，我哋可以視為都市傳說，既自然演化，當地死傷、新聞、目擊者口供互相交疊，傳播成集體噩夢。科學解釋咗視覺錯覺與心理投射，但亦提醒我哋，夜路之所以恐怖，唔止因為見鬼，而係因為人類怕黑嘅時候，會先見到自己心入邊嘅陰影。屯門公路夜晚唔好接陌生女仔，唔好望到後鏡，見綠面嘅女人要即刻踩油門走人，否則你架車就變咗係佢架車。屯門公路撞鬼，你夜晚揸車有冇遇過類似嘅怪車事？留言話俾我知，希望大家可以幫手 like 呢集故事。未訂閱我嘅講鬼夜話頻道嘅朋友，幫手按下面訂閱個掣。另外想大家一齊分享俾其他朋友知道呢個頻道，我哋逢週末會更新一集，大家記得入嚟，我哋下集再見。